APEC 峰会办伫美国旧金山，国际拢关心内场的互动。咱台湾的代表中东部和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布兰纳会谈，因为布兰纳目前咧看美国的晶片法，这届双边会谈对台美整个的经济情势应该会当加深合作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韩总统尹锡悦伫美西时间16日起，约伫南韩代表团大暝的饭店会晤。其实差不多时间，咱领袖代表张忠谋也由驻美代表萧美琴陪伴，伫个饭店停留差不多40分。Horace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今天见了谁吗？不好意思，慢慢来，保持距离哈。代表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？ Can you make a pass, please? 今天有没有特别见谁聊了什么东西？我们都很好奇。媒体所问的张忠谋无回答，就甲萧美琴做伙坐车离开。暗过会谈对象随公开，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所指派，白宫国安会首席经济顾问布兰纳，目前主导美国基础建设法、晶片法这重要政策。咱方人员也有国安会副秘书长池书谦、财政部长曾翠云、行政院政委郑振中等人，双方团队伫会中就总体经济形势、台美经济关系的深化合作议题进行意见交换。 各国领袖代表同一天做伙翕相，张忠谋徛伫第2排，两边是越南总统甲俄罗斯代表，所来展开非正式对谈甲工作午餐。张忠谋为照往例，用英文字头 T 摆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甲泰国总理谢塔中央，甲两国交流拢真热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